来讲，这件枪击案真有可能是感情的纠纷引发杀机。初步了解，这个凶手怀疑伊的情某甲这个卖卤味的头家有咧交往。这个头家的家属讲，敢若知影伊有一个交往10多年的女朋友，但是这个查囡仔到底是谁，伊嘛无清楚。警方目前锁定2个嫌犯，全力来追捕。那这档卤味档的头家姓詹，今年36岁。看伊的面册，有可能袂少甲名人做伙翕的相片，看会出来这头家真用心咧经营家己的生意。卤味档老面册卖种样，抗知名网价中华一番的配角，佮翕搭内底食材，讲史上上少年的都知赛，今仔日为大家服务，互大家看到头家对家己的卤味真自信。抛出价钱蹦车来店内底食饭的相片，写含广告拢会学落家搭一个卤味，你阁毋赶紧来试食看卖？佮放头家含蹦车的相片，伊就是24号暗时台中市潭子区捡人开枪单死的36岁姓詹的卤味档头家。伊的老面册顶面除了伊含蹦车的相片，佮有伊参加台中大甲马的文章，做志工含颜真飘颜里面的相片，看出伊是一位真虔诚的信徒，伊嘛真用心在咧经营家己的卤味档，毋过是安怎也扣单死？也是双方的感情纠纷所引起的。目前我们这个案子还在全力在查缉中。警察今晚锁定41岁林先生涉当嫌，初步了解，姓林嫌犯认为，伊的情某定走去找姓詹的卤味档头家，怀疑情某含卤味档的头家有偷来暗去这犯案。听说他儿子跟人家为什么会有什么纠纷吗？没有，从来没听过。跟了交往15年了，他每一个星期都会跟他出去吃饭了，星期一是为了放假日的。卤味档头家家属讲，伊有一个稳定交10几年的女朋友，毋捌听过伊和别人有纠纷。到底是为着什么感情因素？警察会阁继续调查详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